心血管疾病占台湾是大死第二，尤其心脏病，也或是其他紧急心血管疾病发作时，可能因为无及时救援，造成人命伤亡。但若是伫现场有 AED 这套救命设备，可能憾事就袂发生。台南市民陈伯昌有感这套系统的重要，特别关注18套 AED， 互咱市17间中小学以及两家卫生所使用。一直以来，我们其实学生在学校里面呢，那么做活动，甚至我们学校的操场是开放给民众运动。有一种情况，有可能民众来了运动，尤其在这么冷的这个天气，我们常常听到说是心肌梗塞，或是有其他一些突发的状况，那么突然间那么昏倒，那必须要有一些救助的那么仪器，所以在这里要特别非常谢谢我们许多的这个企业这个捐助者，那么这么有爱心。如果能够让学校成为一个安全跟安心的环境，是很重要的。那所以我们就来做这个捐赠这样子。教育局表示，目前咱市校园已经有将近70个学校完成 AED 设备的建制。这次有了黄伯昌先生完成这18台救命设备，也让台南市校园全面建制 AED 的目标，搁向前迈进一大步。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。